歡迎翻嚟《自創未來》。每逢新學期開始之前，書商都忙於處理教科書嘅訂單，但係好多時候因為人手不足，容易出現分揀錯誤。有企業就運用自動化分揀系統，結合環形輸送帶同埋機械人，實現精準高效嘅存貨管理同埋分揀，協助傳統物流業升級轉型。我哋係一個自動化嘅書本分揀嘅一個整體方案嚟嘅。咁我哋結合咗一啲科技啦、一啲自動化技術啦，同埋啲數據分析嘅算法咧，去實現。咁我哋會見到啦，一啲環形嘅一個分揀線啦。咁另外我哋又有大概20幾組嘅一啲自動嘅倉庫啦。咁另外亦都後邊嗰邊會有一啲自動嘅包裝線啦，同埋一啲做砌派列嘅一啲碼度機械人嘅。呢個結合多種科技應用嘅自動分揀系統運作簡單，員工只需要將書本放喺輸送帶，鏡頭掃過二維碼之後，就可以按照訂單要求，將書本送到指定嘅物流商，準備出貨。環形輸送帶同埋機械人全部由電腦控制，負責運送同埋分類。成個方案入邊咧，我哋都會有兩個主要嘅算法啦。一個算法我哋愛嚟做節奏嘅一個控制嘅，第二個算法就係一個做分揀嘅算法啦。佢識得將每一個書本訂單啦，去assign 翻落邊一個自動倉庫啦，同埋邊一個物流商入邊。要執齊貨就要靠系統嘅智慧辨識技術，視覺辨識鏡頭會根據讀取嘅資料，指令機械人分揀貨物，再送到指定目的地。咁同一時間咧，佢就做緊幾樣嘢嘅。咁第一就係識別咗個書本之後啦，佢即刻會assign翻我哋20幾個自動倉庫入邊，當嗰個書本嘅訂單，譬如嗰個學生需要嘅書已經齊備嘅時候，系統就會將相應嘅物流商自動將佢運出去我哋嘅包裝線上面啦。書商每逢新學期都需要大量人手處理教科書訂單，但係而家勞動力短缺，請人難，留人仲難。引入系統就能取代繁重嘅人工操作，同時包辦存貨、分揀、倉儲以至出貨嘅工序。第一個挑戰呢，就係咧，我哋咧喺呢個教科書嘅分揀咧，佢需要嘅專業性比較高嘅。咁我哋需要聘請大量嘅同事咧，同時間咧就需要培訓嘅。咁因為好多課本咧個樣係比較似㗎，咁唔可以有分揀錯誤㗎。咁所以咧對嗰個同事嗰個專業嘅要求性係高嘅。咁我哋喺以往嚟講咧，都會出現咗分揀咧，因為人嘅疲勞啊同埋健康等等嚟講咧，就造成一個比較大嘅壓力。第二咧就係咧，因為嗰個時間性比較長，同埋體力勞動咧，咁個員工嘅臨時工嘅流失都比較高。系統以最高每秒2米嘅速度運行，成個系統每小時可以分揀15000至18000件貨物，可以長時間操作，減少工人嘅數目，以更高嘅效率完成工序。咁呢度嚟講咧，我哋都係運用咗一班原有嘅調動咗一班原有同事嘅積極性嘅，咁所以我哋冇特別咧去聘請多啲額外嘅人員嘅。咁有咗呢個系統之後咧，我哋咧就能夠達到我哋咧就係快、準同埋節省人力嘅3個嘅目標嘅。啊，對公司嗰個嘅服務咧嘅質素咧能夠大大提升嘅。喺物流界工作超過20年嘅黃敬輝，親身經歷傳統物流業轉型。佢話適應科技並唔係難事，但首先要願意接受同埋學習新事物。因為而家環顧我哋嘅生活咧，其實每日日新月異嘅技術係好多嘅。咁對於我哋呢個行業咧，我覺得都要需要引入呢個技術嘅。我哋體驗咧就係嗰個操作係好簡單嘅。我哋甚至乎有啲同事係半日已經可以熟習到操作㗎啦。因為我哋以往冇科技嗰陣時，每年都要聘請好多暑期生啦、臨時工嘅。咁你都知而家聘請臨時工係困難嘅，但係部機器咧嚟咗之後咧，
係大大減少使用臨時工嘅人數嘅，做到提質增效嘅，亦都大大減少咗培訓暑期工個時間。負責研發系統嘅團隊指出，運用科技轉型求變係大勢所趨，各行各業都必須要面對。咁我哋其實都累積咗大概30年嘅倉庫經驗㗎啦。咁直到2019年嘅時候咧，我哋就開拓埋呢個科技嘅市場啦。主要就係為業界提供一啲倉庫自動化啦，無論係出庫入庫、分揀執貨，甚至儲存咧，我哋都會涉足到嘅，都會提供一系列嘅整體方案。咁我哋公司其實都希望可以做到化繁為簡咯。未來咧，其實我哋相信個科技發展會越嚟越蓬勃嘅。咁企業可能會將佢哋本身嘅資源咧，更加投放喺一個核心嘅業務上邊啦。咁佢用自動化嘅時候，就慳咗啲資源出嚟，就可以放喺其他地方。同埋近年嚟咧，政府都好重視創科啦，其實都提供咗一個幾好嘅舞台俾我哋嘅。佢哋呢日就嚟到一個傳統倉庫實地考察，睇睇可以點樣將佢升級改造。佢哋嘅痛點通常都係喺地方嘅問題啦，同埋人力資源嘅問題。咁所以佢哋都希望透過生產線可以自動化去解決呢個問題，亦都可以同時間提升佢哋嘅效率。由接到佢哋嘅 case 到去了解，去到現場到site visit。呢個過程咧，大概可能幾週到幾個月都不等嘅，咁就視乎翻佢個項目嘅規模啦。可能係有時有啲倉庫比較老舊，未必會 support 到一啲好大嘅變遷，或者佢哋嗰啲舊嘅機器太傳統。我哋點樣可以令到佢無縫接洽，將一個科技嘅嘢令到佢哋無縫接洽，可以順利咁樣用到，同埋佢哋嘅員工有一個短暫嘅過渡，去適應呢個新嘅系統咯。佢哋可以按照倉庫嘅環境同埋客人嘅要求規劃方案，令更多地方可以使用呢套系統，包括配藥庫。市民去配藥嘅時候，其實每一個 patient 佢哋啲藥都分得好仔細，都有唔同嘅款式。咁我哋就去幫醫院做個藥房嘅分揀，咁就令到繁複嘅藥物可以啱咁樣俾每一個人。因為人力都有時會有人工疲勞，係會有出錯㗎嘛。咁如果用到智能科技咧，其實係可以減少呢個出錯率，同埋提升嗰個效率嘅。團隊相信創新科技可以提升人力資源嘅運用同埋管理嘅效率。咁瞬息萬變嘅一個環境入邊啦，咁我覺得人類應該係更加集中喺一啲有重要啲嘅項目嘅，咁一啲重複性、一啲好消耗時間嘅嘢，其實絕對可以用一個科技啦，用一啲機械人啊或者自動化方式去處理。咁人應該係做一啲更加有創造性啦，我哋嘅資源可以花喺，譬如話點樣諗更加個提升客戶服務啊，或者點樣喺個市場上提供更加多客戶需要嘅嘢啊，咁其實對於我哋嘅資源運用上咧，亦都好有幫助。我覺得只要人類將個科技應用得好咧，其實反而對於我哋人類嘅社會咧係一個更好嘅優勢嚟嘅。咁呢啲係其實對個社會係更加有貢獻同埋更加有生產力。